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3月23日，沙田係日馬，共有10場嘅草地賽事。當日開跑嘅時間係晏晝嘅1點鐘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。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跑馬仔有一個指數，呢個指數唔代表越高係越強，指數係代表綜合數據嘅初步預測，大家可以攞嚟參考一下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1場4班1400米，馬膽係2號博愛先鋒，配搭呢個布宜諾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同2次第2。配腳方面，第1匹係呢隻初出馬5號綠野飛馳，配搭呢個莫亞。第2匹配腳係10號標誌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三彩配腳分別係3號星運少將、4號比尊龍。第2場2班1400米，馬膽係2號勁進輝煌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，而呢近5次裏邊都係3大熱門。配腳方面嘅第1匹係5號開心寶寶，配搭呢個莫亞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。第2匹配腳係3號包裝天將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同1次第3。其中有4次係3大熱門。三彩配腳分別係8號阿基拉、1號健康愉快。第3場4班1400米，馬膽係2號太太精神，配呢個莫亞，近期跑過1次第1，其中有3次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1匹11號鼓浪高升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期跑過1次第3。第2匹配腳係12號一生好彩，配搭呢個霍雲星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三彩配腳分別係13號仙路神華、5號精益大師。第4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1號快樂高球，配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3次第2，其中有4次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1匹係5號飛躍成就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期跑過1次第3。第2匹配腳係8號考眼光，配呢個莫亞，近期跑過1次第3。三彩配腳分別係12號添喜雲、3號拍馬難追。第5場3班1400米，馬膽係1號久久為尊，配呢個艾杜拿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。配腳第1匹係3號宜春火力，配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第2匹配腳係10號爆出美麗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
三人彩配腳分別係4號穿甲戰鷹、12號陸續晴朗。第6場4班16米馬膽係7號滿心星配呢個布物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、3次第3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8號幸運芙蓉配呢個艾少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、3次第2，其中有4次係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10號英俊飛區配呢個艾杜娜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8000財星、5號洪德威。第7場4歲賽2000米馬膽係14號一起美麗配呢個巴道，近期跑過2次第1、1次第3，其中5次都係3大熱門。配腳第一匹係13號平凡騎士配呢個布物，近期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配腳係1號球星配呢個艾杜娜，近期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包裝福星、7號米奇。第8場3班1200米馬膽係3號真心傳奇配呢個莫亞，近期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同埋1次第3，其中5次都係3大熱門。第一匹配腳係7號馬上型配呢個班德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配腳係4號巴基之城配莫雷拉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三人彩配腳分別係5號正氣清區、11號極速贏。第9場3班1200米馬膽係4號時時歡欣配呢個艾杜娜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1、2次都係大熱門。配腳嘅第一匹係3號海船星配呢個巴道，近期跑過3次第1，近5次裏邊有3次係3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13號志滿同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3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笑傲江湖、6號何好運。第10場3班1800米馬膽係6號安可配呢個艾杜娜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12號一定掂配呢個班德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。第二匹配腳係7號包裝旋風配呢個田泰安，近期係未入過籍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1號包裝名區、8號春風萬里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